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大寒假期嘅導遊大富翁，想度過一個激爽消暑嘅夏日。今日我哋出發嚟到熱門避暑勝地珠海長隆海洋王國，帶住大家一站式打卡海洋奇觀，激玩機動遊戲項目，入住超豪華嘅橫琴灣酒店，即刻跟住我出發去探索一下啦！好啦，首先帶住大家去睇我哋3大海洋展館。去鯨鯊館欣賞巨型觀賞屏，睇住鯨鯊同魔怪魚喺你面前游過；再去企鵝館睇超得意嘅帝企鵝同埋亞德利企鵝；開埋白鯨館同呢班有住北極音樂家之稱嘅罕有白鯨打卡。睇完海洋生物、猿類嘅機動遊戲項目，一樣唔可以錯過。有極速穿梭嘅鸚鵡過山車、冰聳濕身嘅冰山過山車，同埋超級激流。仲有啱晒一家大細嘅雨林星共傘、海底互動船同埋叢林過山車，玩到攰攰地，一於去海豚劇場坐低，欣賞高水準嘅海豚高空翻滾同埋精彩表演，全場氣氛嗨到爆啊！附近仲有超豪華嘅橫琴灣酒店，可以自由打卡超過1萬平方米嘅橫琴灣水世界添，由漂流河、衝浪池。玩到室內滑道同雪國沙灘，無論於你想尋求刺激定係休閒度假都可以滿足晒你。酒店房間面積夠大，啱晒一家大細一齊住。房間乾濕分離，有獨立浴缸，住客仲可以暢玩橫琴灣水世界添啊！事不宜遲，一於約埋親朋好友出發，一齊玩轉激爽夏日啦！